哈，被牵走哈，走向哈，他们的走向啊，往北方了哈。好，可以，没有问题哈。马里吉哈这个词，巴萨阿米萨杜啊，巴萨阿米萨杜哈，驶向驶向北方的了哈。那个那米拉就是他们的路程哈马里吉哈被这个牵引着走哈，被牵走哈。里吉的话，应该是跟牵着牵引有关系哈。好，好，基本上没有问题哈。所以巴萨阿密斯哈，巴萨阿密斯，所以有巴西阿密斯跟巴萨阿密斯啊。所以我们这些词哈，有巴西阿密斯，还有巴格阿密斯啊，这个会常常出现哈。巴萨阿密斯、巴西阿密斯、巴格阿密斯啊，它的差别是什么哈？这个放大一点。好，理论上就是沙呢，大概就是方向了哈。好，像这个呃巴塞浪哈，我会这样写哈。现在大概都是这样写了哈。嗯，好，另外一个巴盖啦哈，但是我们都是这么写哈。巴塞啦，巴盖啦啊，巴萨阿密斯，巴格阿密斯啊。所以这个沙呢就是方向啊，那嘎呢就是借着啊，也就变成了从哈。所以巴盖纳呢，它也可以说是途径，好途径，好。那巴西的话就是面向而已哈，就面哈，面向这个北方啊。巴西瓦利面向北方，巴沙瓦利是向北方向东方东方哈，对不起哈，东方。所以巴沙、巴西、巴嘎哈这个词缀啊，所以它真正的词并不是这个哈，并不是这个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文字呢，
还需要去修改哈，所以它真正的词是伊拉哈，伊拉，所以巴塞纳啊，巴盖纳啊，巴盖尼啊，一样哈。好，伊拉伊尼，好，我们看红爱哈，啊，不错。好，巴勒斯坦啊，马包包啊，巴萨阿米桑了哈。好，所以你这个是直接用这个主词了哈。所以 this 好，所以 this 呢，this 案哈，巴勒斯坦啊，马包包啊，巴萨阿米桑了哈。所以你用的 this 呢，当然这是方言了哈。这个词啊，这个词理论上就是也是流哈，它大概是向外流的这种概念了哈，当然也是流了哈。好，飘嘛，包包就是飘哈，嘛，包包就飘，飘哈，流然后飘啊，向北哈，他们哈，可以哈。所以这个张娜是这个主词了哈。那这边的这个主词在这里哈，那个纳米拉啊，这个没有问题哈。好，好，现在就是说继续这个词了哈。继续这个词基本上，从这里来看呢，啊、比较偏向的大概就是这个词还用得上哈，三度哈，善哈，还可以有关联哈，就是继续哈那样哈，状态哈，还可以哈。那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下去之后呢，可以看看哈，这个继续看看要怎么加进来啊，会更精准哈，会更精准哈。好，我们继续翻下一句哈。好，这个句子就比较长了哈。当他们乘坐的大方臼哈停泊在台湾的吉兰阿善时，已过了许多的日子哈。理论上从南方飘到从那个地方哈加罗林群岛飘到这里，估计要就像这样飘的话哈，估计要2个礼拜以上了，2个礼拜以上哈，估计哈估计。所以说已过了许多日子哈，所以肯定不止2个礼拜哈，不止2个礼拜。那他们吃什么呢？哈，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哈。所以我们开始翻哈。当他们乘坐了乘坐啊，乘坐了大方臼哈，停泊在台湾的吉兰阿善哈，就是这个花莲哈，花莲的那个山哈，他们的圣山哈，花莲的圣山。如果是台东的话是这个马拉道哈，那花莲叫吉兰阿善啊，已过了许多日子哈。好，乘坐啊停泊啊过了哈，已过了哈。乘坐停泊停泊在台湾已过了好，这几个动作哈。他们坐着大方臼停在吉兰阿善因为那个地方呢比较高哈，比较高。我们从资料上看呢，这个山的高度呢不到1000公尺了哈，不到900多公尺而已哈。都兰山呢，都兰山就是马拉道马拉道只有有
不到1100公尺，有超过1000公尺哈。那海岸山脉最高的山是在成功哈，成功那个地方哈，1600多公尺哈，就是海岸山脉最高的山在成功的那个地方哈，1600多公尺所以成功那个地方比较特别哈，因为等于就是正常台风都是往那边吹哈，以它为方向，然后往北往南哈，那它的背后呢就是很高的中央山脉哈。所以海岸山脉最高的方位在那个地方，然后它的背后呢，又是很高的这个中央山脉哈，所以台风基本上是过不去哈，过不去。所以这对姐弟呢，当然他们呃捡那个鱼哈，在这个方臼里面也有很多鱼，因为一直捡嘛然后海水就突然涨了哈他们就漂，也没有桨哈，所以没办法划哈，用手去划呢划不动那累了就应该就睡着了哈，然后就飘飘飘哈。那我以前有看过一些资料，就说，越南哈过去蛮多难民哈，越南他们就是搭了那种呃小船哈，就漂流哈，就用漂的了哈，大概从越南那边漂呢，大概要2个礼拜以上。所以我推估呢，也是要2个礼拜以上哈。所以这个推估呢，并不是我乱推的哈，还是有根据的哈。因为我们应该是在20-30年前哈，蛮多越南的这个难民哈，就从越南就飘到这个东海岸的，非常多的哈，从南方飘过来。所以这个是肯定的哈，就是说从加罗林群岛飘过来，这是合理的哈，只是时间的问题哈。因为越南跟加罗林群岛呢，当然都是从南方，但是越南是靠海岸哈，那个靠大陆了哈，那加罗林群岛是靠菲律宾、印尼这个地方哈。好，advance 好了哈。Ideya Mikali Zamila tu tataangay ta tifkan mi Zafar tahira ichirangasan no Taiwan hatirai to ko halafinai hatirai to ko halafinai 好好，基本上没有问题哈。扎米拉扎米拉就是主词了哈。好，Ideya 好，米咖喱扎米拉他们乘坐搭乘什么都达安爱达皮干达迪夫干救了哈，大的救子啊米扎份扎份就是理论上扎份呢当然是停泊了哈，扎份是理论上叫做可以说叫搁浅搁浅卡住了哈，卡住啊。米扎份大希腊米扎份大希腊以吉兰阿山台湾好。所以这个大希腊呢，等一下哈，哈迪拉爱多过哈拉菲奈，哈迪拉爱多过哈拉菲，那个阿发什么哈，嗨，有哈迪拉爱多过哈拉菲奈，
你认哈迪赖多过哈拉菲奈，我要讲的是哈拉哦，菲奈，对对对，所以你认为要加爱吗？那不哈迪赖是变多过名词吗？哈迪赖多过哈拉菲，还是海迪赖多过嘎哈拉菲？就是你选择看看哈。巴哈拉宾，哈迪赖多过哈拉菲，这是一个嘛哈？嘎哈拉菲，你认为哪一个好？嘎哈拉宾，哦，好啊。理论上哈，就是说，哈拉菲呢，它在这里它没有办法当名词，哈，所以应该是嘎哈拉菲比较好，哈，比较好，对，因为嘎基本上是一个名词的词缀哈。那当然爱呢也是，但是看地方啊，就是说，因为哈拉菲呢，哈拉菲奈的话，它就变成是时间了，哈，时间现在的时间啊，很久的时间，所以爱的话可能不合适。如果暗的话嗯，呢，哈拉菲难，地方所以词，所以还是要哈拉宾，加暗哈，嘎哈还是要加嘎巴哈拉了啊宾那嘎哈啊，拉宾，哈拉菲嘎哈菲难，嘎哈拉菲或者哈拉菲难，所难要以加难，嘎哈拉啊宾难，地方啊副词，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看哈，就是说，我们自己练习，我们自己念，应该就会有那个感觉了哈。所以加爱呢，加暗呢，还是加嘎呢？我们大概就能够区隔出来哈。好，这个 OK 了哈。好，现在有一个就是说米扎菲尔打伊拉哈，米扎菲尔打伊拉一级两个三哈，打伊拉就是到达了哈。呃，米扎菲尔一级两个三，那台湾，那就说我觉得就说你这个打伊拉，呃，我的妈了，星星，我觉得不要，不是嗯，搁浅到达。如果说打伊拉一级两个三阿马扎菲尔还可以哦，有没有？嗯，那你就是我讲的是这个达希纳不是不可以，它的位置不太好，哦，它应该要在前嘛哈啊，就是说这样子哈，我先把这个对，列出来哈，达希纳以及的到达怎么样？吉兰阿善嗯，啊，是不是不能咪了？这个时候就要马扎菲尔，就是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加这个达希纳的话啊，嗯，一定要米咖喱扎米拉都达达安爱达迪夫干啊，达希纳以及兰阿善啊马扎菲尔，是不是？嗯，对，可以，这样是不是会比较顺啊？一个嗯怒台湾是不是？嗯，这样的话就顺了，就是这个句子。那说你这个句子在这里了哈，啊，好，好，没问题哈。好，我们等红爱哈。好，所以扎菲尔这个词很好哈，扎菲尔好，答应了啊，都可以哈。那我们南边大概都是用米咖喱子了哈，那北方的话，它是用这个沙告哈，但是他们不会用咪哦，用妈哦，啊，好，沙告哈。搭乘啊，乘坐，停泊哈，停在那个地方了哈。当然，这是比较通俗的话了。停泊，理论上就是说，应该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控制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比较高哈，它就卡在那个地方啊。
应该是搁浅在那个地方，卡住了就动不了了啊。这个概念是这么来的，因为它没有那个 s a i w a s 嘛哈，没有桨，没有办法控制，就任由的飘啊，飘飘飘就卡在那个地方啊，吉兰阿善啊。所以按照这样子说的话呢，当然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非常遥远哈，四五千年前哈，四五千年前，那是不是在台湾的山呢？最高的是这个吉兰阿山，而不是中央山脉，也未可知。怎么讲？因为经过地震呢，那个山会变矮，山会变高，那多了去了啊。理论上应该是它在这个地方是最高的山，它才会卡住理论上，那所以很有可能在当时四五千年前的时候呢，这个吉兰阿山呢是台湾最高的山，所以它卡在那个地方。中央山脉那时候可能还比较矮，好，好，这是啊，因为最高的山才会被卡住嘛，哈。如果比较矮，那怎么会卡住呢？哈，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推想哈。好，这个红爱的还没有翻哈。好，好，那个阿发斯哈，你就先翻哈，先翻这句好吗？那时姐弟俩年纪还小哈，尚未好，成熟，而台湾岛依旧被海水淹没哈。那个红爱呢，他翻好的话，我再讲就好了。那你先翻这句哈，先翻这句，这样的话你我们就可以继续哈。因为今天就你们两个，很多人请假了哈。那个有2个人请假哈，那其他呢就大概时间配合不了了哈。好，所以这个扎夫的这个词很好哈。所以还小哈，呃，淹没哈。所以成熟呢，嗯、是长大哈，就表示还没长大哈。所以你不能翻成那个马鲁汉哈年纪还小，还没有长大哈。所以这个中文是这样子，阿妹不行哈啊，所以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去翻哈，因为这个熟，我们阿美族的熟呢，就是指物品植物水果类蔬菜类啊。那我们人的话就是长大成长长大那当然这个中文它的这个认知是这个样子，但是阿美语不行哈。如果你按照字面翻就不行了好，我们先那个看一下红爱的哈，他的这一篇哈，待会哈。
好，一定要后那米嘎基赞，能了过大阿嘎亚啊，所以应该是那米咖喱，应该是咖喱子吧？是不是那个红爱？是。啊，那米咖喱赞能了过大阿嘎亚啊，大咖喱干啊，米黑子啦，以及人家山东台湾语。大阿里发度大，应该是大阿里发度哈。都过比那鲁米亚好，比那鲁米亚好，可以哈。一定要那米咖喱赞能了，过的大概大里干啊，米黑子啦就是也可以说是到达那个地方了哈。啊，一级两岸山，台湾哈。啊，大里发度哈，大里发度，所以那个红爱要不要加妈比较好？啊，要。嘛，大里发度过。对，已经超过了。比那阿鲁米亚好，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哈。好，好，没问题哈。你这个热就是这个都了哈。好，已经，好，妈就是已经了哈，过了哈。好，所以 OK 哈。好，谢谢老师。好，那你现在继续翻这句哈，翻这句哈。好。好，我们看这个 afast 哈。好，一定要干嘛爱好过啦，大都是爱阿玛利卡个爱嘛，脑爱好努力了过台湾哈，这个好很好哈，所以这个后哈，这个后就是依旧哈还哈，所以这个用户就非常漂亮哈。好，干嘛爱好过啦，大都是爱阿玛利卡个爱哈，好，这个过啦哈，那个两位啊姐弟哈。干嘛爱好还很小哈，马脑爱好哈，这个还被淹没的哈，弄海水哈，过台湾哈，好，这后面这句 OK 了，现在就说这个那个，所以你就是把这个年纪还小尚未成熟哈，这个就是用一个词而已哈，干嘛爱好啊，干嘛爱好。所以理论上，这个你感冒爱好大概就是只有年纪还小哈，年纪还小。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请你再加这个尚未成熟、尚未长大，你加进来，把这个加进来看看哈，尚未成熟，也就是尚未长大，你要加在哪里？加在古拉的前面还是感冒爱后的前面？啊，那个你加看看，还是直接告诉我也可以。查好个，做完后什么？查好个鲁马哈，查好个鲁马哈，一定要查好个鲁马哈。你不要按照字面翻，因为它是还没有长大的意思。哦，成熟。你不能按照成熟哦，成熟的话是植物哦，是水果，是稻谷。你是鲁马哈的是成长不是吗？哦，你是用鲁马哈的哦，好，可以，对，鲁马哈可以。鲁马哈的。哦，鲁马哈可以。然后呢，怎么接？扎后干哦，扎后干鲁马哈没问题哈，扎后干鲁马哈。然后呢，这边怎么接？干嘛爱啊？大都塞啊对，娃娃。一定要加乌哈。大后格鲁马哈乌干嘛爱好古拉达杜塞马里嘎嘎爱哈这个就是在连接的时候，如果说在后格鲁马哈干嘛爱好在口语的话是 OK 了，就是我们在文字结构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加乌哈，好，这样就漂亮了哈。
好，可以哈。好，这样就可以。好，rumah，好啊，当然不一定是要 rumah 了啊，zahuka malakapah 啊，因为后面就是什么 gamangayo，是不是？也是可以哈，就是说，那不一定是一定要按照那个概念哈去翻译啊，就是它的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啊，能够表达清楚啊。再来就是结构啊，句子结构哈。那个那阿发什么哈？嘿嘿，你这个音有吗？这个咋呼，你这个重吗？炸糊没有炸糊，炸糊没有你没有这个音，没有有炸糊，但是我听有哦，也你有习惯稍微的炸糊，停顿啊，对对对，应该有，嗯，很轻了炸啊。理论炸上我们南方都有这个音了，南方的音应该是有啊，应该有北方的话炸的炸，对啊，对有，北方的话可能更细更小啊，但是我们南方音一定是有啊，因为我听你的音有停顿呢、你的音有停顿啊。如果是没有停顿，扎后划过去了，扎后，你有停顿一点点哈，扎后好，OK，好，我们看啊，还没有，哎，好，现在是红爱的了哈。好，一定一个蛮爱好长了阿玛尼卡个爱，主要好个鲁马哈达曼闹闹爱好努力尔个台湾哈。好，干嘛爱好长了阿玛尼卡个爱哈啊，主要好啊，你这个在后面说明哈，主要好个鲁马哈啊大曼闹爱好啊，努力尔个台湾哈，这个没有问题哈，这个玛尼卡个爱哈。好，你这个主要后干嘛还摆在后面哈，也没有问题哈。也就是说，它是在这个主词哈，主词啊，理论上可在前可在后了哈。长了哈，他们姐弟哈，玛丽嘎嘎爱哈他就是古拉达杜塞亚玛丽嘎嘎爱哈，那两位姐弟他们姐弟都可以哈，这些就是主词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个主词哈。那这边的话，就只有这个张娜是主词哈。好，基本上就先这样子哈，没有问题哈。那这样子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好吗？我们休息到8点哈。那个，我们休息到好8点，然后好，我们再上哈，让你们休息一下，喘息一下，你们两个人嘛哈。今天就辛苦你们两个哈。好，休息一下，我谢们谢老师。休息到八点。哎，好，休息到八好。点。
好，我们继续上课了哈。所以那个阿范是跟红爱哈，这个我们继续来翻这个哈。好，所以他们只得暂居在山上哈。好，暂居暂居哈。他们居住在山上哈，他们暂时居住在山上啊，他们只得暂时居住在山上。好，所以主要的动词是这个居住啊，暂时居住啊，真正的动词是这个居哈。所以这个是个主词哈。所以在按照这个句子结构，这个在就是住在哪里，也就是所谓的受格词、受词啊。他们住在山上，他们住住在哪里？所以这个在呢，也可以当动词啊。他们在山上他们住山上啊。所以这个居跟在呢，其实可以说是个连动词哈。好，我这么解释可能会让大家搞混哈，比较麻烦哈。这个字，看用什么颜色比较好？也是，好，还是白色哈。好，好，这个阿发斯翻好了哈。阿曼萨伊迪拉萨后过伽马鲁安那没来有读啊。好，所以你的这个是他们居住的哈，所以你是把这个合并在一起哈，他们居住的地方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山上啊伊迪拉沙后就在那儿就在那里就在那个地方后后呢这边可以当成是这个暂时先伊迪拉时候先还在那个地方好，曼莎可以哈，好，也没有问题哈。理论上就是说，这个结构呢，呃，应该是这样的哈。好，伊迪拉沙后马路啊，脏了扎米拉扎米拉，罗多伊迪拉沙后
马路咱们啦一路读，哈，那个阿发什么哈？哎，就是说，因为哈，就是说，看主要的主词是他们哈，他们只得居住在山上哈。那这个结构呢，主要的动词是这个马路咱们啦一路读哈，有没有？他们住在山上嘛，是不是？马路咱们啦一路读，好。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结构也可以这样子哈。马路一路读咱们啦也没有问题，有没有？好，那所以其他的都是附属的哈，暂时只得有没有？这都是附加的，就是这些词是附加的，并不是主要的。所以主要的句子是住，居住，因为居住就是个动词，咱们了他们主词一路读居住的地方要说明所以理论上这个一就是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一其实就受格词动作的受格词所以马路一路读咱们了也没有问题，所以就是我讲它是什么，它叫连动词。可是我跟他们教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一是什么？他们的一是介系词对，麻烦为什么？因为这个一路读咱们了马路也没有问题有没有？一路读咱们了马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理解吗？可以。一路读咱们了马路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个一它是个动词在它是个在，所以我不会把这个一翻成介系词因为它是就是说这个句子是什么？他们在山上他们在山上住，是不是？对啊。他们在山上住，所以这个在跟马路都是动词而上面这句是他们住在山上，有没有？他们住，对。所以这个句子是这样的反正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很麻烦他们基于我们把这个翻成住就好了他们住在山上，对不对？这句是不是这样的？好，那下面这句是什么？他们在山上住，他们在山上住下面这句就是他们在山上住所以因为就是说我现在我也在教语法就是说这个真的很麻烦，就是说用介系词真的是非常麻烦因为我们的记法结构是很活的，但是主词是不会变，主词是动不了，它就是主词。但是这个在就是动词存在一路读咱们了马路马路咱们了一路读，所以它是个词组那我们然后伊迪拉萨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只是来解释这个住的这个时间，暂时暂时住而已好，这是题外话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红爱的好，曼萨伊迪拉萨后一路读张拉嘛，我的这个就是你看它这个一一在这里所以这个结构就是跟这个这个结构是一样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打星星大一点好，一路读怎么了马路一路读张拉毛的生活他们在山上生活伊迪拉萨后暂时在那里还在那里还在那里，所以他们还在那里，还在山上那里生活那生活就是居住了基本上也没有问题毛利，所以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占
长弥勒跟长拉的后面这个啊，哈，这个啊，为什么是个啊呢？就是它其实就是这个主词不要啊，这个主词不要。一路都啊马奥利啊，然后呢，可以变成是什么？马奥利一路都啊，主词不要啊啊，一路都啊马奥利一路都啊，马路一路都啊啊，这是这个概念哈。好，这一句就是这样子了哈。好，我们看下一句哈。直到海水退去，巨浪远离时，哈，海水退去，哈，退去，哈，退去，远离，哈，海水退去了，啊，巨浪远离了，啊，所以这个直到呢是说明这个海水，啊，退去，所以主要的主词，啊，还是海水，哈，啊，海水是主词，巨浪也是主词，哈。从这个短的句子来看哈，那动作就是退、离啊，离开啊，所以按照这个离开的话是动词，远的话是形容词啊，那退去它就是个动词啊，退开而去啊，那也不需要按照这个中文的字面去翻啊，远离啊，就是看就是一个词啊，退去也就是一个词哈。啊，直到海水退去啊，巨浪远离时哈。好，我们看这个 a fast 哈，所以 a fast 打字蛮快的哈，蛮好哈。啊，dahila kana hasawan no lutis milia saiku da sa da angai 啊，不对直到哈，dahila 到达啊，dahila 那个 a fast 嘛哈，嘿，我的建议就是那那个一个啦，啊，对，加一对，啊，dahila 嗯，一好。问，一个呢，哈萨万努鲁西斯，哈，好，加一会比较好了哈，一，嗯，好，停顿，哈，米利亚塞，哈，米利亚塞，要不要加度比较好？米利亚塞，米利亚塞米利亚度，塞是正在远离哦，米利亚塞度已经，对，所以最好是加度会比较好哈。米利亚塞度古达萨达爱啊，达布里哈，达萨达爱哈。当然就是很很那个大萨就是很大的浪哈，很大的浪。那其实你看这边哈，你这边是什么 l u c i s 有没有？嘿，所以你的 l u c i s 是什么？巨浪，哎，对，其实就是巨浪。好，大黑那一个呢，拉万努 l u c i s 一啊也是，也啊，是，米利亚塞多过大爱啊。W，打 break 哈，好，当然你这个逻辑就是巨浪了，也是海水也没有问题了哈。那你后面就是有个巨浪哈，直接形容这个浪哈，好，大安爱哈，好，没问题哈。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是
会忘记了哈，达伊拉伊啊达伊尼伊哈，达伊拉伊哈，伊迪拉伊哈，这个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这个不只是口头禅哈，这只是习惯用语哈，所以句子都是如此哈。好，我们看这个红爱的哈。这个这个应该就是应该就是达希拉了哈。达希拉伊格拉哈，伊格拉努利亚的阿多利亚是努达布里哈。好，这个很简短哈。达希拉伊格拉努利亚的阿多，所以那个红爱嘛哈，这个利亚四个地方加强一下。达希拉伊格拉努利亚的阿多。米利亚斯。玛利亚斯不是米利亚，玛利亚斯。玛利亚斯啊，玛利亚斯努达布里，好不能用妈哦。好，米利亚斯哈，米利亚斯的话呢，后面就要改，所以这边呢，我给你一个选择哈。好，你要用咪是吗？对，米利亚斯古达布利克。米利亚斯古达布利克，好 ，OK， 好。Daerah Gerah Nurian atau Milias Kota Break， 你觉得顺吗？怪怪的。哎，对。对，所以你的问题在这里了哈，就是这个 Lias 的前面要改什么比较好？你看你干嘛让我去？B 比利亚斯。不是那样。最好是要这样按。比利亚山诺达布雷。这样的话就更好哈。比利亚斯。比利亚山诺达布雷，就表示这个已经是发生了。好。那个按就是已经是形成事实了。就是同时在进行的。这个按哈，就是已经是发生的。是。已经是发生了哈。其实这个按跟妈很接近哦。就是他已经离开了嘛。对。就是浪已经离开了啊，浪已经离开了啊。好，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这个 B 哈，在开头的时候它并不是名词哦。它还不是，你看后面加个按，你看这个很麻烦的，贝利亚散有没有？这个词真的很麻烦，但是我们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按照这个结构，它是个名词啊，可是它不能当名词，很麻烦哈。好 ，OK，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研究哈。好，他们就动身下山到比较平坦的地方哈，他们就动身动身，所以是个连续动作哈。动身下山到，你看3个动作，开始动作了下山然后到，这个是个动作主词还是在这里哈，他们。好，他们就动身下山到，尽量翻了哈。当然就是说，我们尽量把每一个字翻到，然后整合在里面你也可以整合成一个词因为我们就下山嘛，下山就是个动作下山本来就是个动作所以动身可以不用翻下山到，所以真正的动词就是下山到或者说真正的动词，他们到哪里
他们下山到哪里啊？他们动身下山到哪里啊？所以理论上真正的动词是这个到哈，真正啊，就是句子最短的时候呢，主要的动词是哪一个啊？他们到平坦的地方啊，他们下山到比较平坦的地方，他们动身下山到比较平坦的地方，他们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会把这个句子整合到最精简，然后你去判断它真正的动词是哪一个，主要的动词。所以其他的动词是什么动词啊？那我们把它当成是连续动作，也就是连动词啊，也可以啊。所以我们学会把动词分开，那个删掉看看可不可以？他们动身平坦的地方不通，他们下山平坦的地方也不通，好，这关键就在这里。所以真正的动词是到，然后下山只是来辅助啊，到哪里？下山到啊，动身下山到啊，好，我要说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哈。所以动身跟下山可以消掉，跟句法结构没有关系。可是那个到消掉的话就不通，啊，到就不通了，啊，所以这里面真正的动词是到，啊，当然这是中文哦，这是中文，啊，这样我们的话，我们的翻译就会更精准哈。好，我们看这个阿发斯哈。好，马林啊，咱们了，我带了一个马萨菲啊，嘎吉迪拉岸啊，好，这个 saflaf 就是平原了哈 ，saflaf 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主词基本上没有问题了，他们哈，好，主词在这里哈，咱们了，马林啊，咱们了啊，他们动身啊。好，所以这里呢就会有点问题了哈。他们动身哈达呆啦的话呢乌达呆啦就是接不了了哈有点问题哈马林啊，咱米拉啊，好那个阿发什么哈哈，然后就不能达呆啦哈呆啦哈。马林啊，咱米拉呆啦。啊，就没有问题，就这样的话，句子就比较顺了哈。啊，呆了一，所以这个嘎不需要了。一嘛沙菲，好，一嘛沙菲，被形成平的地方，啊，叫玛莎，就是你说的什么较平坦的地方，好，好啊，嘎吉迪拉岸，好。所以你这个嘎吉迪兰就是将要指定到的地方了哈，这个也没有问题了，因为你这个岸呢，这个岸呢其实就是你讲的这个地方了哈，这个爱呢，马萨塔夫的爱就是平坦的啊，所以这样就 OK 了哈。马林安萨米拉阿黛拉伊马萨塔夫费嘎吉迪拉岸，好，这样就好了哈，就是你刚刚那个乌。乌达呆啦的话呢，就是说，我把它另外再弄出来哈。你是不是乌嘛哈？乌达呆啦哈，乌达呆啦。如果是这样子乌的话，就变成是这样哈，就这个地方哈，就这个地方要变成这样停顿，因为乌通常是开头，有没有？对，乌通常是开头，所以你这个地方叫停顿。可是你这样的话就两个句子就不连贯了不连贯所以这样的话比较好
比较好哈。好，你刚刚有加这个嘎嘛哈？乌达呆啦，一嘎妈嘎妈沙沙沙拜，嘎妈好像不太通哦。沙沙沙拜，哎，应该是妈嘎还比较好，有没有？所以妈嘎还比较好，妈嘎沙沙饭有没有？妈嘎沙沙饭，很平坦的，哎，所以就是有些词缀哈，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其实我们多念一念的话，你应该可以感觉得到了哈。你的词原本是这样子嘛哈，原本是这样子哈，就是妈嘎就是整个都是怎么样的状态，明白没有？所以它的词根是 saf saf， 对不对？对，啊，所以 masa saf saf 就 OK 了啊，就像现在上面那个句子。可是你一定要加嘎的话，这个妈就不行了啊，这个妈就要在前。可是这个沙就多了，有没有？玛嘎沙沙沙费，所以玛嘎沙沙沙费的话又不一样的意思了，有没有？所以就是玛嘎沙沙费的话就比较可以，比较好哈。玛嘎沙沙费，就是玛嘎就是整个都是这个样子的，整个都是平的，啊，它意思这样的话就比较精准哈。好，我们就讨论了哈。好。好，我们看这个红爱的哈。好，他用这个里格论哈，里格论、鲁格论啊都有哈，我在文章上都看过。好，萨嘎哈，如果是萨嘎的话，就一定要加停顿哈。马里格论长了那一路都带了一马沙沙费啊，罢了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哈。马里格论啊，马里格论就是下山了哈。好，所以你看这个带了在这里哈。所以这个呆了还真的不能少哈，因为这个是主要的动词，好，主要的动词啊。马里格伦长啦，那一路都呆了，以马沙沙费哈，马沙沙费啊，巴拉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地方好，巴拉就是地方哈，好，马里格伦啊，所以这个沙嘎哈，这个沙嘎其实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原因了，也就是救哈。从这里来讲就是这个救了哈。沙嘎马里格伦章了，难以从这个山上从山上去带了马萨沙费巴拉平的地方平的地方好，这个就 OK 哈。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句了哈。顺便也搭起简单的茅棚住下来哈，所以这个动作在这里哈，搭起茅棚住这是个动作了哈，住住下来搭茅棚住下来哈顺便简单所以真正的词就是搭茅棚住或者是说在阿美语来讲，你看茅棚搭起来住所以你要学会去变换哈，因为这个是中文结构到我们阿美语结构看看能不能顺着这个中文结构去翻你试着看看哈，因为顺便也搭起简单的茅棚住下来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下山之后呢从山上上山
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哈。第一个没有水哈，那下山呢就有水哈，平坦的地方。那我们阿美族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是住在河边啊，河边啊。所以我们这个鸟肉这个词非常好哈，你肉好，我会这么写哈。所以它就是这个字哈，阿肉就是住啊。然后为什么这么写？因为我们阿美也没有牙肉这个词啊，没有啊。为什么会写成这个呢？啊，伊阿尼亚肉哈。所以真正的文字结构应该是前面这个啊，因为呢其实就是这或者是在啊，这个呢啊也是这，也可以是在啊。所以我们阿美族都住在哪里？都住在河边了啊。就算你是在海边，你也是在出海口啊。所以这个我的判断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古代的时候了哈，这个两个词应该是一样的哈。阿路哈等于这个阿路哈，其实它应该都有这个音，只是轻重哈，轻重哈。因为我们都住在河边了哈。那当然现在已经分了哈，我们讲阿路河流，阿路住啊。可是我们看一个字叫达鲁岸啊，我看达鲁岸呢，很多都是用 L 啊，达鲁岸哦，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是用 R 的达鲁岸啊，达鲁岸，就达鲁岸其实就是达鲁岸呢啊，在这里啊。好，我比较喜欢分析单词了哈，给大家做参考哈。好，鸟落部落，所以我们阿美族的部落都在河边啊，因为我们是喜欢打鱼哈，米福定啊，我们是靠河流，那就算是你在海边，你也是在出海口啊，因为你不可能喝海水啊，你一定是喝淡水啊，河流的水啊。好，这个阿范哈。好，Patireng satu ha. Patireng satu jamilah tu si manai taruhan maruk ha，所以他用taruhan哈。好，所以他用这个把这个主词加进来哈。西马安奈哈就是比较随性的哈，啊也可以说是简单哈。所以 maruk 好住哈。好。Patireng satu jamilah tu si manai taruhan maruk 哈，这个没有问题哈。Patireng 就是建立搭起了哈。好，satu 哈，也可以说是这个顺便的这个意思在这里哈。好，这个 OK 没有问题哈。那我们看这个，所以下面这个嘛，好，红爱是吗？是。好。好，用 kina sangahan 好。Kinasangahan ko si mana ya taruan ko haka maruan 哈，所以你看你这边哈就出现两个姑了，有没有？一个姑后面有一个姑哈，我们看看一下哈。Kinasangahan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sangahan 好，这个就是个动词，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说ku si mana ya taruan ku haka maruan 哈，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哈，老师后面用都都哈，好。好，Kinasanga和过西马安奈阿达罗安多哈伽马罗安哈，所以这样就对了哈，这样就对。好，那其实就是说这个也不可以不需要估啊，不需要哈，为什么？它就是个连续的动作哈。Kinasanga和Kinasanga和 Kinasanga 和还不行哈，所以主词变成是简单的毛棚哈，搭起简单的毛棚好 ，OK 哈，好，这个是巴迪楞就是建立哈，建立巴迪楞是建立哈，然后这个商案呢是这个制造制造所以这个词在这里它都用西马安奈哈，好，大陆案哈嘎马洛案马洛理论上了哈，如果按照这个中文结构哈，因为这边真正的动词还是这个马洛马洛长了大陆岸他们住在茅棚住在茅棚马洛长了大陆岸，所以真正的动词呢应该是马洛那当然是一个顺便也搭起简单的茅棚住下来那基本上这个搭起跟住呢都有动词的词性那关键就是它是有一个在前就可以了有一个在前好，基本上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下一句经过多年之后，姐姐就所以这个应该是就向经过多年之后，姐姐就向弟弟提出成亲的要求成亲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母系社会那因为要繁衍后代嘛因为只有2个人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阿美族呢很多基本上大概可能超过90%吧都是同意这个论述经过多年以后，姐姐就向弟弟提出向提出提出成亲的要求提出要求好，我们来翻这个经过多年以后，这个大概没有问题了那成亲提出，所以这个主词是这个姐姐她的对象是弟弟按照这样的话就说姐姐向弟弟姐姐对弟弟干什么提出成亲的要求好，经过多年以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的这个母系社会的这个原因那当然这是个事实所谓事实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呢确实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那有母系社会的并不是只有阿美族在大陆也有大陆的少数民族也有那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我也跟这个一个苗族也是我的师兄苗族的老师他在讨论说他们苗族古代也是母系社会古代的时候，那古代到了什么时候呢？也不清楚那他的判断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说他们是母系社会？他的判断就是男性的词特别多，女性的词特别少
啊，这个是他的这个研究了哈，我们参考了哈。那因为女生要命令男生嘛，就很多名词啊，所以女生的名词比较少，男生的名词特别多，所以他认为他们也是母系社会哈。好，我们看这个阿法斯的哈。Pina no ikor no mehecaan i paswar ha paswar 是吗？paswar kuna kakak misa ali to kalalamut 哈，这个很好，就是直接这样翻哈。好，经过多年以后啊，Pina no ikor no mehecaan 哈，属于之后几个年哈，paswar 说kuna kakak。好，所以你这个弟弟没有说出来，那个对 ，paswar tu sava 好，把所有的都沙发是不是？把所有的都沙发过了嘎嘎米萨阿里都嘎啦啦木哈，好，没问题啊。把所有的过了嘎嘎米萨阿里都嘎啦啦木都沙发也可以，这个都沙发也可以摆在最后面哈，都行哈。好，就是对弟弟说哈，对弟弟说哈。所以这个主词是咕啦嘎嘎哈，咕啦嘎嘎是主词哈。那个姐姐哈使说对弟弟弥撒利要求哈去做要求，要求什么？嘎啦啦木应当要结婚成亲。好，这个很好哈。那个阿发什么哈？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哈。好，一过了在前哈。好，一过了努比那比那。好，一过了努比那比那。努米赞阿米赞也都行哈。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阿美语哈，我们阿美语的开头通常前面是乌，有没有？对。晚安，一猪有没有？这个是很普遍的哦。所以时间或者是地点，指示哈。如果说是巴比纳比纳的话，最好巴比纳比纳姑就变成姑了，有没有？会比较顺当然你这个也是可以了，就是说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一过了路比纳比纳那边子按会比较顺一点哈。好。好，那个红海的还没有好嘛哈。如果是这样子的哈，就说以我了哈，当然这是我哈。bina bina gu 好，就会变成比较是属于这种 bina bina gu 没字案有没有？年年就是通常那个 bina bina 大概后面是接gu会比较顺，通常啦。好，bina bina 都过面字案，有没有？当然就是说很久。bina bina 都过面字案也可以哈。我的意思就是说，bina bina 后面通常是接gu，通常啦，哈，我要说的是这个了哈，通常，好，就是我们互相交流了哈。
好，这个红爱的翻好了哈。好，tarif tu bina mehzani persoalan nu kakak tu safa 啊，比如我这个木山哈那个红爱嘛哈，是那tarif 会不会比较好？啊，会tarif 度，因为那个度并不是热哦，有没有？对，因为它是越超过了什么 bina mehzan，所以那个度并不是热哦啊。那tarif 度 bina mehzan 哈，这样会比较顺哈。好，persoalan nu kakak 啊，persoalan nu kakak。persoalan nu kakak tu safa merungut ku kararamulan 好好，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啊这边加个啊可能会好一点哈。那你的主词是什么？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结构哈，就比较偏向中文的结构了哈。好，这好简单嘛。因为你是用邻属属于什么？属于姐姐啊，告诉的啊，属于姐姐啊。persoalan nu kakak 啊，persoalan nu kakak ku safa 会比较好一点。哦，好，把双人骨persoalan nu kakak ku safa 啊，对，顾沙发好，因为你是要按照中文的结构嘛哈，我们试看看哈。好， persoalan nu kakak 顾 ku 沙发 safa 对不对？是然后呢，amirungut 可以哦，amirungut tu 啊，杜kararamulan 会比较顺是啊，会比较顺哈。所以你这个结构基本上就跟那个阿法斯大概是比较接近的哈，比较接近哈。好，当然就是说这个主词的部分就是有点不一样了哈，因为有时候特别是八哈我们这边有时候看到八的时候，它的这个主词会对调哈，用八哈，用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翻译要很小心哦。用八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主词或者是妈很容易哦啊。你的开头如果是用八的话，跟妈的话，很容易翻成是被动式，很容易会翻成被动式哈。好，那基本上就是经过多年以后哈，matalif tu bina哈，bina bina nu equal no menjan 这个也没有问题哈。equal no把bina bina tu go menjan 都没有问题了哈。那现在问题比较大的还是什么？这个后面的这个结构，后面这个结构哈。我们把这一句说明一下哈，就是我的看法了哈。好，所以如果是我哈属哇来几那不沙发哈用米龙卧草可以要求哈，米龙卧不沙嘎拉拉木
好。为什么说用巴苏阿赖？因为这牵扯到主词哈，基。好，巴苏阿赖基嘎嘎多沙发米鲁木都萨嘎拉拉木。好我会这么翻呢，就是说因为你们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主词是姐姐，对不对？主词是姐姐，那弟弟是被要求的对象，是都，后面是都，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们的结构呢？你们的结构是，你看，这边的主词是弟弟了有没有？主词是弟弟了，那这边的这个主词是这个还可以这边是古拉嘎嘎那个姐姐也就是说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真正的主词是姐姐，然后被要求的这个是弟弟当然这边是用古拉嘎嘎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是说翻译没有它一定的这个规范就是说句子结构还有意识表达 OK 了，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要求。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记法结构跟中文的记法结构能够对称会更好会更好因为米隆沃米隆沃要求恳求是不是？巴苏阿赖告诉提出嘛提出，所以这边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动词在这里为什么要用米隆沃要求提出巴苏阿赖说出澄清萨嘎拉拉木要结婚的原因嘛萨嘎拉拉木拉拉木要澄清的原因当然这是我的翻译了请大家参考好，那今天你们两个辛苦了那个谢谢老师，谢谢下个礼拜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次就还是继续好，下个礼拜好，加油谢谢老师，好，淑贤我们就下课了好，谢谢老师，拜拜。 OK 那我们就下课了好，谢谢老师，老师晚安，拜拜。平安。